好21咧，咁你認真做咧就好難諗嘅。其實佢要求咧就係 PQRS 係圓內接四邊形啊嘛。咁你其實可以將呢個 S 點咧一路沿住個圓形移向 P 點。好啦，移到佢差唔多重疊，或者你就當佢真係重疊。呢個 S 點係咪搭住咗呢度啊？而呢隻角去嗰邊咧，你要揾嘅 theta 咧，呢個交點會一路褪過嚟噶嘛。咁其實就會變成一個咁嘅形狀咯喎。其實你要揾嘅咧就變成咁啦。呢個 S 點褪咗過去，呢度係 S 咯。咁你就剩翻呢個直角三角形。而你要揾嘅 theta 就會褪咗嚟呢個位啦。咁喺呢個直角三角形入邊 ，RS 就係鄰邊 ，PQ 就係斜邊，因為隻直角喺呢度。咁啊，鄰邊除斜邊，咁就揀到答案啦。呢個就係 cosine theta。呢條咧，首先你要記得每一個內角係點計啦。咁啊，內角和就係 n 減2乘180度。咁你而家有 n 條邊，咁就除翻 n。咁呢個就係一隻內角，就會等於外角係360度除 n，跟住佢話8倍。咁所以你有呢條式啦。呢條式咧，左右都有除 n，我約咗佢，咁你就可以解得到 n 其實係18。呢個係正18邊形，正18邊形。咁你計翻呢度，每一隻內角係160度，啱嘅。對角線數目點計咧？由任何一點開始，咁你總共有 n 點可以揀嘅，因為有 n 條邊啊嘛。咁而家即係 n 係18啦，18跟住你揀條線嘅另一點，就唔可以係自己，又唔可以係左邊同右邊個點，所以就少咗3點。咁所以另一個點咧就得翻 n 減3咁多個選擇 ，n 乘 n 減3，跟住你喺個多邊形入邊 ，OK， 隨便揀呢點，呢點開始去呢邊，你數咗一次，跟住呢點嘅時候數翻轉頭又數多次，所以全部都數 double 咗，所以除2。呢個係對角線數目，代翻個 n 等於18，係135係啱嘅。咁啊，佢有18條邊啊嘛，自然轉一個圈可以重複到18次，就唔係16次啦。咁呢條答案係 A 啦。23呢個係一個菱形嚟嘅，咁啊菱形就有對稱嘅性質，呢隻係132，對面都係132，四邊形加埋係360度，跟住有對稱性質，呢兩隻要一樣嘅，咁你就揾得到呢度圓心角係48度啦。咁啊，圓心角去圓周角就係2倍嘅關係啦。咁呢隻好明顯係細啲嘅，呢隻係24度，24度。OK， 對頂角你要揾嘅其實係等於呢隻嘅，呢隻加24度就等於三角形外角，即係呢隻132啦。咁就計到你要揾嗰隻係108啦。第25條咧超難㗎呢條，咁啊大家試下即管聽啦，睇下聽唔聽得明。咁啊首先兩條線我都可以寫晒個 x 截距、y 截距嘅嗰個坐標出嚟。咁啊呢點叫-3Q0，-3Q0呢個位係負數位嚟嘅。咁呢個係負數，即係 Q 係正數，所以1號啱咗嘅。好，同樣啦，呢邊呢個叫-3C0，但係呢個應該係喺正數位嘅，呢個要係正數喎，咁即係 C 要係負數啦，C 要係負數。OK， 頭先講過 Q 係正數 ，Q 係正嘅，咁 C 係負嘅，負數當然係細過正數啦，所以3號係啱嘅，13都啱啦。OK， 跟住同樣揾埋 Y 截距呢啲點。呢個應該要大過呢個啊，因為佢喺上面啊嘛。咁啊，所以我有呢條式啦，呢個大過呢個。然之後要考慮晒所有正負喎。嗱，呢個負約咗佢反轉一次，跟住呢個3/2 3/2約走啦，呢個唔影響。B 乘上去 ，OK，B 乘上去，咁 B 係正數定負數咧？咁啊又好複雜咁樣諗啦。頭先話 C 係負數嚟噶嘛 ，C 係負數，負得正。而家呢嚿嘢係正數，
但係佢呢點喺下面喎，所以應該要係負數，所以 B 係負數。B 係負數，佢乘上去嘅時候，呢個要反轉，又反翻轉啦。跟住 P 乘上去 ，P 係咩咧？頭先話 Q 係正數，而家正負得負，而家呢點應該係正數，所以 P 又要係負數。P 乘上去嘅時候咧，又要再反轉，所以你搞完一大餐之後咧，得到呢個。OK， 得到呢個，然之後將 CP 減過去左邊 ，BQ 減 CP 係細過零嘅 ，BQ 減 CP 係細過零嘅。好，而家暫時得到呢個啊。跟住紅色呢點，紅色呢點係 L1、L2 嘅交點，你就聯立方程，聯立方程之後個 x 會躍走咗，你計到個 y 坐標，得到個 y 坐標 ，y 坐標係呢嚿嘢，而呢個位 y 坐標應該係負數嚟嘅 ，OK 呢度應該係負數，咁啊跟住分析呢個 Q 減 C 頭先揾咗噶嘛 ，Q 同 C 呢個係正數。呢個係正數，佢整出嚟要係負數，咁即係 B 減 P 要係負數啦。B 減 P 要係負數 ，OK？呢個 B 減 P 係負數，即係呢個係細 ，B 係細，P 係大。B 係細 ，P 係大，所以2號錯咗。OK， 跟住4號就會啱噶啦，因為頭先話呢個係細過0，呢個係負數，呢個又係負數。分子係負數，分母係負數，整出嚟就會變正數啦。咁呢個1、3、4係啱嘅。26啦，呢度兩條直線咧都有啲似樣，咁你可以揾咗佢哋嘅喺 x 軸、y 軸上面嘅點啦。呢個06同埋17/12/70，咁啊跟住揾呢兩點，咁啊畫晒 L1、L2 出嚟先，其實就會係咁樣嘅，沿住 y 軸對稱。咁啊，即係話 OA 咧，呢個係一個固定嘅長度 ，OA 係固定嘅長度 ，PA 等於一個固定嘅長度，即係話個 P 點可以點喐啊？沿住呢個圓形 A 就係個圓心，個半徑就係 OA 咁長。OK， 所以佢應該係一個圓方程，以 A 為圓心 ，A 係06，06係圓心嘅話，即係個樣咧應該係咁樣噶啦。27要留意嘅係圓方程嘅一般式咧 ，x 二次 y 二次個係數一定要係1，呢度一定要係1，1x 二次加1y 二次，所以咧成條式要除16，C2 嘅成條式要除4，變成呢兩個樣，變成呢兩個樣之後咧，先至可以睇出圓心同埋半徑 ，OK， 圓心同埋半徑。咁啊1號啱唔啱咧？你將 P 點呢個坐標代入去 C2 嗰條式，發覺係計到等於0嘅，咁即係啱啦。半徑相等計到嘅，跟住嗰幅圖咧應該係咁啦，因為 P 點喺 C2 上面啊嘛 ，P 點喺 C2 上面，然之後大家半徑相等，咁咧佢哋個交點呢度去 P 自然都係半徑嚟噶嘛。呢個又係半徑，呢個又係半徑，呢個都係半徑，咁就係等邊三角形啦。28呢個可以畫個表出嚟數晒佢啦，因為佢係同時抽出，所以我冇可能抽完呢一張2會抽到呢一張2嘅，冇可能抽完呢一張4可以抽到呢一張4嘅，咁所以打斜呢啲咧全部交叉晒。咁所以分母總共有幾多個選擇啊？就係呢度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個選擇，7個選擇下一行得返6個，7加6加5加4加3加2加1。OK， 你加晒佢咧就發覺係28嚟嘅。有幾多個選擇係個和係8啊？剔咗啲啦，2加6啦，2加6、4加4、4加4、4加4，有5個選擇，5/28。好，呢個棒形圖入翻晒啲數據落去計數機，要用轉模式啦，要轉 SD mode 就係計統計學嘅。首先個數據係咩啊？有幾多張卡片啊？有幾多張卡片？一開始個人係0張卡片，0係一個數據喎，0都要入喎。0有幾多個啊？有2個人，0分好2 m 加。跟住下一個數據1張卡片有幾多個人啊？有10個人，1分好10。跟住2分好6，3分好
8.4。好，所有數據入晒之後，咩叫做方差呢？方差係標準差 Shift22嘅2次方，呢個就係方差啦。準確至兩位小數1.39後面係5喎，即係要進位啦，咁會變成1.40啦。咁啊呢條咧平均值係16，即係話所有數值加埋晒就係呢個，跟住除翻呢度有9個數據，除翻9要計到係16。咁咧呢度調一調位，跟住減過去，你計到 P 加 Q 要等於28，第一句係啱咗嘅。好 ，P 加 Q 要等於28。嗱，留意清楚啊！呢個題目冇講明係整數，冇講明係正數。亦都冇話俾你聽已經排好次序，咁所以咧呢啲 PQ 咧可以係好多唔同組合都得㗎，甚至係負數都得嘅。咁所以佢唔一定喺呢兩個位嘅喎，佢可以喺後邊，可以喺前面，係咪？不過唔會兩個都喺前面嘅，因為佢加埋要係28啊嘛。咁但係咧你就喺度諗啦，中位數 A 係中位數喎，無論我呢兩嚿嘢放喺邊度都好咧。佢中間一定係20嚟噶嘛，即係呢三個一定會喺中間噶嘛。你無論點樣分都好，總之中間嗰個一定係20，咁咧 A 係20係啱嘅。咁但係個分佈域係咪一定係22咧？就唔一定啦，因為頭先講過可以係負數都得噶嘛。咁你呢個好大，呢個好細係負數，咁你整咗一個好大一個好細嘅個分佈域，咪拉到好闊咯。咁所以分佈域係唔肯定嘅，咁所以只有1、2係啱啦。